来看捷运的三英线各个关港哦，今仔头一届捷运的列车就正式公开了。新北捷运局表示讲，列车的车头有装监控摄影机，甲障碍物的侦测装置，会当联动，甲影像马上传登去行控中心哦，来确保乘客安全。三英线目前的进度嘛已经超过70%了，按算会当伫民国的114年完工。消息外报引着万里那天又有结果，诚吸引人。这是经过10万人票选的这份三英线列车的外观。第一列列车第3节正式对外展示。新北捷运局讲，列车是意大利设计、日本制造，在出厂进程拢采用上严格测试，要达到环状线列车的优点。车道变较宽，车头有小创的 CCTV 监控摄影机，增加行车安全。最重要，我们首创全国大概捷运的车头有这个摄影机监视的摄影机，当我们碰到障碍物的时候，可以及时传输影像到行控中心来迅速处置。这份三英线自民国105年开始动工，配置29列列车。新北捷运局讲，交车的进度自11月开始，1个月交2台，明年9月全部交车。这份三英线长差不多14.29公里。有些12座车站，起点是顶埔站，路线经过土城、三峡、英歌，目前的进度是70.61%，按算民国114年完工，会当互三明地区到台北市的时间减20分钟。针对当地居民反映讲，轨道沿线伤差，区长、里长拢要求捷运局要重视这个问题，提出解决的方法。一个半罩式的挡音墙，那在未来呢，它会去测试它的声音的那一个值，它有一个值，只要有接近哦，不是超过，它就会再做加强。很多那个公车，有的学生都搭不上，还有上班族的很难搭得上车到那个板桥台北。如果捷运来的话，完了那太棒了。对我们三峡人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新北捷运局讲，三英线按算12个全线拢连起来，轨道将会全部拢铺好，明年就让看到列车上线测试，离通车更加进一步。因那民众反映的噪音的问题，目前有装半打式的隔音墙，透过列车测试，伫咧正式通车进程会滚动式检讨，改善噪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